Hello，大家好，係小編維維啊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去探索一個營養學嘅。咁講營養學之前咧，咁我哋講一個人體細胞更新系統啦。咁人體咧就係一個充滿活力嘅建設工地。咁細胞咧日日咧都喺度進行咧太舊換新，無論你係咩年齡層，20歲、30歲，定係50歲、60歲都好咧。咁身體嘅細胞咧，大部分咧都係有啲咧就會幾日換一輪嘅，咁有啲咧就會陪伴我哋大半生。咁甚至有啲極少數嘅細胞咧，一出生咧就唔會更換㗎，即係我哋眼球嘅水晶體啦、腦嘅中央神經系統啦、生殖系統啦、卵子啦，咁呢都係終身嘅喎。同埋心肌細胞咧，就係最多終身咧係要更換40%咋。腦神經元咧基本上係唔會更換嘅，終身嘅。咁出生後咧數量咧大致固定㗎，死一個少一個。不過咁我哋有個好消息嘅，就係大腦有個神經可塑性啦，即係細胞數目唔會增加，但細胞之間嘅連接咧、接觸咧可以加強同埋重組嘅。咁只要保住已有嘅神經元啦，延遲佢哋死亡咧，就已經係最強嘅大腦保養啦。咁可能大家有聽過帕金遜症同埋阿茲海默症嘅。咁帕金遜係因為負責製造多巴胺、控制動作嘅腦細胞死得快。咁而阿茲海默症咧，主要影響係記憶嘅神經元嘅。咁我哋點樣做去保護我哋大腦嘅地基咧？係預防有腦退化疾病喎。咁咧呢度有張圖片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多啲做帶氧運動啦，因為帶氧運動咧可以咧分泌一個物質啦，幫助我哋神經元咧去施肥嘅，令到佢更加強壯。咁第二點咧就有優質睡眠啦，即係深層睡眠。咁深層睡眠咧，佢會啟動叫膠淋巴系統，佢會沖走我哋腦裏邊嘅代謝廢物，同埋咧嗰啲有毒嘅蛋白質。第三點咧又要食得啱啦，咁啊多啲食嗰啲抗炎嘅飲食啦，譬如 Omega 3啊，綠色嘅蔬菜啊，地中海飲食啊，呢啲都可以㗎。咁第四點咧就係要活到老學到老啦，咁咧就係學新嘢啦，咁咧就係能夠咧令到我哋神經嗰個接觸點咧連結越嚟越密嘅，係啦，咁同埋咧就活躍社交啦，咁樣因為孤獨咧係會令大腦嘅壓力荷爾蒙皮質醇升高嘅，佢會直接毒害海馬體㗎。所以我哋要活到老學到老，多啲社交，同人傾下偈啊，玩下，令到自己開心下。咁呢集咧就講到呢度啦，咁啊留翻下一集咧，我就講第二個重要器官就係眼睛嘅保養啦。咁留翻下集見啦，拜拜。